好，这直播应该送出去啊。应该有看到啦啊，无看到再甲我讲。顶回读到4月初10吼，1654年4月10号，一份葡萄牙人吼寄互塔坦国王吼，就是大清啦吼，大清帝国的国王诶，即个皇帝诶陈情书啊，即份陈情书吼，甲荷兰人抹黑啦吼，哦，所以荷兰人足袂爽。荷兰人看读到倒位啊，我说袂记顶个读到倒位。小找者我读到无倒位。后来我对遮佫开始读啦，即读过我知啦吼。荷兰人看到因伫西纳沿海无法度处置贸易的所在了后，就去向广南的国王请求允准伫遐交易。因伫遐规证真侪礼物，才核准伫遐居留交易2年。因伫遐期间，经常违反国王的命令。严重到也被对遐赶走，此后严重到也对遐嘛去互赶走吼。此后，因伫个曼瑞卡维朗和坎波利亚请求通商，但是因一知影讲因是荷兰人，就该拒绝咯。后来荷兰人用真大礼物伫 Java 甲台湾吼请求。允准互因住吼，并且当作朋友看待。因答应讲会缴纳用地的租金。因即个请求得到允准吼，即是讲荷兰人安怎占台湾就对啦吼，并且签订了契约吼。伫迄个期间，荷兰人伫即2个所在拢建造了因的要塞，拆毁即个契约。现在正做即个2个所在的主人咯。即2个所在的原住民无法度收复因的所在，因为因力量太薄弱，而荷兰人太强，而且如众所周知，因爱阁承受荷兰人真沉重的命令甲负担。哦，这是葡萄牙人观点的即个荷兰人占台湾。以前阮派一只船去南方贸易，该船回航来到卡州的时阵。被一只荷兰船来追入，但是因为因伤顽棍着海岸滴到因的船吼，坐底破离去，迄寡人就逃亡落落。伫遐，因鼓励一寡西那人和因同齐去夺取迄个附近一个叫做电比矿的要塞，但是迄寡人毋肯听从因。因就摕一只篷船吼，因就储一只篷船航离遐，毋知航往倒位去。旧年有一只篷船吼，驳船啦吼，一只驳船航往金秋交易，当改船，即个金秋即种啥物特别县啊，金秋卡州吼，即拢是写拼音，毋知啥物所在。旧年有一只篷船航往金秋。交易当该船对遐转来到金秋的时阵，人知影讲迄是荷兰人的船，因夺取一只西那人的船，命令船顶的西那人去一只停伫个金秋头前正要出航的篷船遐，甲因讲因想要因买物件。迄寡荷兰人秘伫咧船舱呢，但是来到迄只篷船附近的时阵。伊提醒因内底有荷兰人，因就用大炮射击迄只篷船，该篷船随逃走。旧年荷兰人也有2只船来到遮，吼，就是广州。船顶装满对西那人抢来的货物，拢毋是因家己的货物，即寡货物的一部分，因用来赠送互国王。旧年阮也派出3只船，一只去索罗。
直接去暹罗，Solar 是拼音，毋知啥物所在，一只去暹罗，一只去占巴这3只船拢被荷兰人，手机也要无电啊！充电一下去年阮也派出3只船一只去 Solar， 一只去暹罗，一只去占巴。这3只船拢被荷兰人夺取，有2只派去 Makassar 的船，伫遐交易完毕了后，也被荷兰人夺取。这只是最近发生的少数几项事件如果阮若要讲起即个阮去互荷兰人所抢去的全部的船，迄是落长无法度伫咧纸顶写了。荷兰人特别袂当信赖因一来到广州就随测量河流的水深、宽度甲长度，并且详细记载伫咧纸顶。因头一次来的时阵，只敢若用一只船，然后用2只船来，第三摆就来搁较侪船啊广州人对即个已经感觉真头壳疼因如果八下若运船因踮咧广州交易，因的船会当踮咧遐停泊，安尼因一听到有船载商品来，一定会随派船去抢来抢做家己所有，互人民遭丧失的财物，国王会失去税收啦税收荷兰人一直拢是抢夺别人来富裕家己，即种代志、即种情形对阮抑阁其他较侪人拢已经表现无位表现位啦。阮诚做诚信的属下，后壁国好写讲，伫澳门已经100多年，一直忠实来交易，并且一直来遵守阁下8下的命令的阮即个葡萄牙人对此袂当讲点无讲为着是要互伊8下得以充分了解荷兰人是按怎样的人，对此敢若请伊8下亲书熟虑为要即一份陈情书相当达成葡萄牙人的意图。括号写讲，除了对以后的关系发生影响以外，括号结束，显然也互特塞维吉奈和商务员Skadel 停报广州场馆的迄2份陈情书，以及第2次停报的迄2张书信，拢遭受到袂少的影响。上述广州场馆就是采用葡萄牙人迄寡讲法涉俗说辞来答复因来往的书信如下。绝对是迄个荷兰人写予广州场馆啦荷兰人商务员瓦俊内尔和Skadel 停报广州场馆的陈情书原来写。去年的第2个月，阮望阁下夫客离开此地航往巴达维亚。伫咧第5个月顺利来到遐了后，总督阁下报告阮的经历，并且将炸转去的阁下所赠送互即个总督的即个礼物来转交互伊。对此，总督阁下甲议员阁下拢非常的欢喜，遂派一只船去荷兰。早就批要去互国王，请国王对遐送一寡珍奇的物件来互你阁下，来互即个广州场馆阁下啦但是因为荷兰距离东印度真远，还阁爱一段时间才会当回航此地。因此，总督阁下先派阮，就是瓦俊内尔和 Skadel。为着做事情来你阁下遮，来你即个广州场馆阁下遮，阮亲信对荷兰要求送来的物件，
明年国下就会当收到，因此阮恳求国下允准阮还停伫即个港外有遭受到即个国下就是广州旅馆的人民广州的人民抢劫自如下阮我方的船只写甲落落长，请允准阮的船只停伫遮就对啦因为有互恁的人民抢劫的即个危险伫经过检查了后，项入港内安全停泊。过来是广州旅馆写互尾真仔含 schedule 的批啦算会批就对啦明年国下内要求允准荷兰人来遮贸易，因此阮即只国下是个啥物人啊？因此阮捌为着国下写批去互北京的国王，请求允准荷兰人来自由通商，但是国王来批答复拒绝批准，讲无论如何拢袂使准荷兰人来西那来遮通商，因为因从来毋捌来过所以阮搁再一次甲国王写一张批，另外派一个使臣使者送去。批呢搁再一次恳求伊国的陛下允准国下陛下就是大清皇帝啦允准国下是啥物人啊？你看无国下是我真诶有含 schedule 吗？来遮贸易搁再一次恳求大清允准荷兰来遮贸易，但是第二次收到同款的答复，毋准荷兰人来西那贸易，并且讲因为荷兰人甲葡萄牙人互相做受敌，若是双方拢来遮踮遮大贸易，伊是啥居住贸易啦一定会经常发生互相敌对攻击的代志，也将因此来致到因国内的骚乱伊家己的国民的不安因为阮国王明白即个情形，所以阮袂当允准国下来领船来入港。3队呢，国下必须要离开遮。讲即个荷兰人要离开就对了所以荷兰人搁再写一张陈情书，互广州长官先来写因为阮荷兰人得袂到贸易或者是去入港的许可，3队是接到通知必须要离开遮，因此呢，阮请求，因为阮对遐尼远的所在来到遮，即嘛又搁是正风的时阵，而且阮完全毋知影国王禁止阮前来此地。因此，恳请国下允准阮含阮的船停伫遮，一直到顺风透顺风会当离开遮的顺风一直到迄当阵，以便阮会当直面海上的各种不便甲灾害，如此阮将会感受到极大的友谊。广州迄2个长官对上述请求的答复。过来是广州长官写阮看到也明白了，国下的请求按国王的命令，国下必须要离开此地。毋过因为阮有感伫国下的请求是有道理的，因此允准国下等到透顺风的时阵，到时阵一定要随离开，而且伫迄个期间必须要监督每一个人不得进行任何的交易。过来是。广州长官阁写互维珍内尔和 schedule 的批，因为国王无爱恁荷兰人踮遮交易，而现在方阁适合行离此地，通常船只也伫即种情形下，摕阮的通行证来行离开。因此，阮决定要传令互国下讲，会当前往任何其他国家，阮的士兵将会袂阻挡国下，会互国下的船离开。对恁的方面，国下不得允准属下的人来我国任何所在来起山即项代志就安尼来告一段落。将来国下毋通再来遮，阮中间即个情形大概还阁会继续真侪年对这一切显然可见，尊贵的公司要踮咧该地区通商的道路已经完全被切断，对此阮只好耐心来听候。以上4个10号落长。
4月12日拜六，早起天气比昨昏平静较侪，但是下晡又搁对北方透起强风。4月12日礼拜日，犹原是阴冷的天气，风对北方吹来，早起一个蒙蒙仔雨敬拜上帝日子，虔敬伫个教会甲大众强酒稳的上帝救世主耶稣基督神圣的最后一个暗餐暗顿这写这是意思讲，阮诚虔诚啦伫个教会甲大众中间守圣餐啦行即个圣餐礼就对了食圣餐因讲的食圣餐。4月13拜日好天，犹原是有强风对北边吹来，对顶礼拜六到今仔日拜日阮拢无用伫遵照本国7号议会决定，为着本佛罗摩萨岛北边的淡水甲鸡笼来装好上船。4月14拜二，好天有日头。今仔日早起，阮收到一批新收成的沙糖是今年第一个果子，第一个收成啦有5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85个人。再有14500斤鹿仔肉，3650斤咸鱼，325斤虾，900斤糖水，560条大马，35条家己要食用的米。4月15拜三好天透南风。4月16拜四好天，但是无风。上午约10点钟，长官阁下对水路前往普罗宾西亚去视察伫遐新建造要塞。伊阁下伫要暗仔转来，下晡对南方透来袂衰的风。今仔日有6只篷船对遮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84个人，再有6008斤咸鱼，3200斤糖水，680条大马，53条家己要食用的米。4月17拜五，规工拢无风，炎热的天气。即个城堡的法务议会今仔日相当得体来集会。4月18拜六，天气像昨昏。今仔日将本国最后一天要曝卖佛罗摩萨的春社，BO 市场以及其他事项的条件，根据本国7号佛罗摩萨议会决议，伫此地台湾甲普罗宾西亚用荷兰文甲中文公告，以便大家人拢会当及时来知影讲即个消息，并且对此会当充分思考甲准备。4月19礼拜日，天气大部分像昨昏昨日所无共只敢若中昼透起似是轻微的南风。敬拜上帝日子，要对遮送往本岛北边的淡水的物件甲批讲到了后，伫要暗仔由长官阁下签名刊印了后，交予下设常务员 Baron Leuven 和高级代工 Oak Platers 高级代工下底有注卡，规则讲是阿姆斯特丹的人。高级代工1654年7月24号被派，以临时船长的身份带领救援队去普拉塔斯岛。普拉塔斯岛讲就是东沙岛，去拯救后壁刮胡写东沙岛拯救失事的公司的船叫做 Utrecht 号的人。1655年和1656年伫台湾担任水手长即个来，拄则讲要送予淡水的物件刊印了后，交予即个 Baron Leuven 下设常务员甲高级代工 Oak Peters Peters 因要做加入船叫做Isle Formosa 号即个佛罗摩萨岛啦
就宝岛号啦、台湾号啦吼，要坐只船去伫个明仔载吼，若是有符合上帝旨意，明仔载要出航去布尼，布尼啥物意思啊？担任迄边的主管，也要将该书信的抄本交互要载去、要运河去遐的迄两只篷船当中的一只。担任避难指挥官迄位士官也接到长官阁下的通知，要伫明仔载坐一只装货完毕、准备好会当出航的篷船转去遐。4月20拜一，好天，但是炎热，早起6点钟，约6点钟啦吼。长官阁下又开伊，哎哟，开始用汉字啊，开伊古月啦吼，古月，开伊啊，来，好啦，咱看汉字即个开要安怎念吼。伊即马即个翻译的用的即个开吼是迄个是隔开迄个开吼，开是贵，歹势，读做贵甲开，或者是贵吼。不管是贵、开吼，拢是拍算吼，寸度。寸度就寸度啦，寸度啦吼，所以日语嘛，敢若叫做双度句吼，寸度吼，寸度，拍算吼，寸度就是啥物？就是代表你值算盘啦吼，比拼譬如吼，即拢是贵、贵。所以即只啥？贵一啦吼，咱就读做贵一吼。贵啦吼，第5声变调第5声。长官阁下由贵一吼，阁下陪伴对水路前往 province 啊，去视察铁加兰的即个田园吼。天光了后无偌久，甲就船佛罗摩萨号含迄两只要载货去淡水含归人的篷船，以及迄只要去避难的篷船，拢先后出港，继续航往因的目的地。愿万能的上帝保守带领，暗时啊有透微风。4月2拜二，又阁是无风，但是良好的天气。暗时啊，长官阁下开动伊的同伴转来到台湾。今仔日无杀龙桥北上的南方的纳迪社迄个原住民，被卡里东岸社长老的兄弟来逮捕，送来到遮。逮捕即个台语我看觅安怎？等下吼。我先看听做迄个贵伊的贵，伫台语组顶无收，过来是逮捕即个逮吼，读做逮或者是地吼，所以是逮变调3变，阮是读做第3声，逮捕吼。好，来我看一下台语组顶有收即个逮。敢若写讲是利息。好，讲迄个台龙桥北上的原住民被另外一个社吼，卡林东干社的长老兄弟来逮捕送来遮。即个代志伫咧顶一厝南区地方会议的时阵，因答应讲要尽力去办理，因此。也按照长官阁下的承诺吼，为着要掠即个原住民，赠送因15岛空安布。4月22拜3，好天如同昨昏。4月23拜4。
游玩是共款的天气，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北边的激惨，坐19个人，载有146袋红米、75担盐、340支葡萄，或者是阮叫做挂粿吼，100担的班哈斯，班哈斯是啥？迄对主角第一，班哈斯讲应该是考哈斯的笔误吼，就是一种粮食，但是究竟是啥物物件，有尚待考证吼。毋知这啥叫做班哈斯，毋是，讲应该是考哈斯吼，考哈斯笔误。好，100担的班哈斯，360个稻罐吼，70领外袖啊吼，外袍吼，含55领裙，63个蚵，蚵就地鼓啦吼，地鼓的鼓，地鼓茶壶的壶，我看要安怎读吼。这壶应该是汉字，毋是读做鼓啦，我看。查一个啊，甘字典，读做壶或者是困吼，壶是堆水的器具吼，器具或者器具，灰壶或者是铜壶吼，拢是铜壶、瓷壶啦吼，灰啊吼，青壶吼，深深的壶吼，乌壶是毋知啥物件吼。啊，若读做困呢？困是房宫的行路吼，房间的行路叫做困。这应该即嘛罕咧用啊吼。看台你倒是顶有收即个茶壶的壶无吼。有读二线壶，或者是原来是红吼，但是读做乌吼，一壶酒吼，金鱼壶，是金鱼的壶啦，迄个红啦吼。地鼓的鼓，其实袂当写即个汉字符啦吼，因为无即个音嘛。好，60个即个壶吼。有63个乌啦吼，有10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422个人，载有12910斤鹿仔肉，2554545斤咸鱼，1300斤虾仔，6200斤糖水，205斤油，550斤佛罗摩萨的藤，900斤的鹿仔脚，693袋的大马，157袋家己要食用的米，还佫有一只属伫自由市民 Nicholas Vermeer 的胖船对遮航往过浪，伊奉长官阁下含议会的夫客带领叶某甲家属要去遐交易吼，就是迄个 Nicholas Vermeer 吼，自由市民吼。船顶坐18个人，载有150担盐、50担即个咖啡色的糖，就是应该是红糖啦吼。这毋知叫做红糖，这叫做乌糖哟。红糖应该是红糖。10担糖水，2担日本的薰草，50袋的烧麦，400包新仔人的薰草，20罐阿拉酒，150罐山水酒。长官阁下也交一张批，要互迄个 Vermeer 早起互淡水甲过人的主管商务员，叫做Baron 含伊的议会，内容如下：本国20号甲入船也佛罗摩萨号含2只胖船对遮出航前往你遐吼，淡水过人吼，拢载有要为着该地区送去的粮食甲商品等等的物件，并且早就有内容真详细批要去互因。因此，即张批只是通知因讲 Vermeer 已经伫遮得到符客前往恁遐去自由贸易吼，自由交易，所以伫咧无妨害尊贵的公司的利益之下，会当互伊各种合理的协助。这是即张批主要的内容。4月24，拜五，天气悠远像昨昏，无特别的代志。4月25。
好天有凉风对北方吹来，上午有一寡号码以公开拍卖方式，由长官阁下含几位议员同齐伫咧仓库里来卖拍卖一寡物件啦下晡约3点，长官阁下由几亿阁下来陪同，对此地建龙 provincia 视察迄个新要塞建造情形，要看讲已经进展到啥物程度。因伫暗时就已经转来台湾。4月26礼拜日有出日的好天，凉风对北边吹来，敬拜上帝日子。4月27拜一游玩有北风好天，今仔日阮对一只对西南沿海的澎船遐所听到消息讲，对西南沿海来的澎船听到消息讲。塔坦甲西南的大干国姓爷中间的和平已经完全达成协定咯。塔坦就是大清啦该和平是确实而且肯定的。虽然如此，有关犹太时间来进一步了解。今仔日有3只澎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301个查甫甲12个富人人。再有1204包薰草、57担盐、6袋红米、300斤油、67个饭碗、10捆的粗纸、6包日本的薰草、4000袋虾。4月28拜二好天，早起无风，真热。对下晡就对北风透，就是对北方吹凉风来透北风啦今仔日，阮对一个对哈米尔社的福尔摩沙原住民遐知影讲，后壁我好像是对为着伊翻译的政务员 Jules Van Bergen 的喙耳所知影的有几个礼原社的原住民当中，包括着捌担任长老的拉萨咧伫本国月18号真可恶内部杀了对。Terro 伫干社来的3个富人人甲一个查甫，因是要前往礼远社，或者是其附近交易盐甲米的途中去拄着因并且将一寡人的头甲炸走这是礼远社的原住民所犯下的罪行。上述长老拉萨咧又搁要亲自拍伤一个 Tenro Digan 社的人，但是迄个人逃走了后，就甲即个消息炸转去伊的村社，引起报复行动。Tenro Digan 社的人会同西塔兰社和西邦纳社的人，伫了后的20天，去杀死一个住伫新港的哈米尔社的人。并且拍伤一个名叫做 Serin 的Titajan 社的重要人士。这个人逃入去 Titajan 社了后，还佫被用3支标枪来射击，因此破病迄个行动是照下述的情形发生的咱来看迄个人为什么去用代志是安怎发生。为什么去用3支标枪射着是安尼写讲，有3个哈米尔社的人和上述迄个重要人士，就是Titajan 社的重要人士，同齐去 Terro Adigan 社来拜访因的朋友。因去拜访的日子正是礼远社人杀死上述4个 Terro Adigan 社人的消息传到该社的迄一天。该社是倒一社啦？毋知。我休息，大家爱困啊，摕只水来啉吼。
好啦，这个故事过来讲一遍吼。讲有3个哈密尔社的人和上述迄个重要人士，就是铁达干社重要人士同齐去提罗迪干社拜访因的朋友。因去拜访的日子正是礼万社人抬死上述4个提罗迪干社人的消息传到该社迄一天。好，安尼讲有无吼？即个哈密尔社的人伫咧该消息传到遮来以后，迄一暗还佫留踮咧提罗迪干社吼。这算元首人即嘛留伫遮吼，危险嘛，即只去共杀死人嘛吼。因伫遐还佫被好好来接待吼，也受到最近内地方飞机缀好的迄个长老温群的款待吼。但虽然讲因即个社犯罪吼，哈密尔社犯罪，但是人无甲因当做是歹人吼。过长日早起，即寡人由该长老和其他人带路离开该社，一直行到2条路分叉所在。迄阵，上述的长老建议上述迄寡哈密尔社行另外一条路，迄寡哈密尔社人就接纳伊的意见去行迄条路。迄寡哈密尔社人行迄条路，是因为迄是上近的路。因当中有2个人行伫头前，去一条河流遐，但开始要踮遐啉水吼，挤喙焦。但是伫遐有苏多旺社和苏波纳社的人，约略20个人埋伏伫遐。因看到这2个人遂冲出来杀死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迄个重要人士 Serim 3，就是拄则讲迄直讲重要人士的迄个，伊名叫做 Serim 吼。有3位吊伤3个所在，但是迄当阵其他2个哈密尔社人听到声音紧赶来，看到这个情形，遂背出因的刀，因的即个挂柜吼，即个挂柜啦吼，砍刀吼，朴刀去解救上述迄个重要人士，因就甲迄20个人拢赶走。这2个人就挺好见20个人吼。因为迄寡吊伤的人后来去铁达干社里看起来，提罗迪干社的人和即个谋杀事件是无关系，因为因毋但伫咧因的村社里温群款待迄寡哈密尔社人，还佫为因来去带路，甚至因为惊因伫咧路上遭遇到威胁，所以建议因行另外一条路，并且佫献互即寡哈密尔社人一寡钱吼，毋是献啦，并且佫互即寡，并且还价啦，毋是还价吼，并且佫甲即寡哈密尔社人互因一寡钱，社的钱吼，并且请因转去了后，爱请因的社人爱协助提罗迪干社人。为了上述4个提罗迪干社人被黎湾社人谋杀了后，同齐来黎湾社人来报复。因为即个代志，并令上述政务员 Van Bergen 全力去逮捕，逮捕。第3声吼，第7声全173吼，全3。逮捕上述的黎湾社长老拉萨咧吼，然后按照真正情况以及所需要命令来处理。4月29拜3，有清凉的北风继续吹来，上早起好天，但是下晡就大雾了。4月30拜4，犹原有凉风对北方吹来，如同昨昏。上午伫福尔摩沙议会里决议，去年的北商按照因用书面福尔摩沙议会请求，将会允准因保留白金的1/5。若无按照去年公布的告示，今仔日要来重新发北的时阵，因就必须要全数来交纳咯。一直保留到有船对巴达维亚前来。或者是搁较确实来讲，一直保留到接到迄寡船对巴达维亚早来总督和议员阁下的消息，看因如何回答阮伫咧顶一个北方贵罪送去的迄个请减免迄1/5的要求。请求减免一寡白金的理由，是因为北商因为西南革命以及其他连带引起的事故来遭受的损失吼。西南革命吼，讲即个塔坦吼，达是来革命。第二，热兰雅社去年的棒秤吼，虽然去年的北商翻译员
河滨由前任长官 Nicholas Verberge 根据去年1653年7月初10的一直决议，伫咧去年的8价2000里的稳存去白卖互伊的期限还佫有2年。这是咧写啥？即卖还是决定今仔日下晡爱定新来白卖。哟，那安尼，算已经北出去啊！即卖佫要佫定新白卖吼。即拍过药个啊，哪会使安尼？但是如果河滨愿意以现在白价来承白，伊就会当优先白买，并且由长官阁下写批去巴达维亚请示总督甲议员阁下，是毋是要将超过2000里的部分来退还互河滨，或者是其他的白卖方面，互河滨享受利益？总是由总督阁下和议员来决定就是。第三，伫台湾的地图也要公开白卖地图还是地图啊？安尼吼，稍等 ，Ctrl C。Ctrl V， 地图吼，地图对，我咧查即个音，我是毋读毋对吼。地图就是台底的所在吼。第三，讲伫台湾的地图也爱公开白卖吼。毋是地图吼，这是讲伫台湾的台底，应该是讲台湾台底土地啦吼。伫台湾的台底也爱公开白卖，发白的条件记载伫下面。下面倒位啊？下面是有白卖的即个清单啦吼。咱今仔日要读煞，可能佫有困难啦吼。白卖清单落长吼。好啦，讲即个台底也爱公开白卖啦吼。第四，鹿仔肉的出口将来爱缴纳每一沓3个荷兰银。一个荷兰银约略是1里尔。将来爱纳3个荷兰银啦吼，出口税吼，当做出口税互公司，用来取代4个荷兰银吼，一直到以后再搁来讨论即项代志。第5条，为着要当伫家人的田园来种植的西那人会当被分发经证7年吼。因被分发经证的土地，每一甲地吼，每一年必须要缴纳2里尔，以1里尔51个 stuvers 计算，不过第一年例外吼。下底第三骹注脚讲，一个 stuver 就是5cent，一个毫吨就是20个 stuver，20个所以是20个就是20倍吼，100一毫吨100个 stuver 吼。所以迄当阵1里尔约略差不多是2.5毫吨吼。好，转来日遮，第三个注脚遮吼。所以伊就是每一甲地吼爱缴纳2里尔吼，1里尔是51个 stuver 吼来计算。毋过头一年例外吼，因为报证的时间已经过去，因此即一年每一甲地只敢若收1里尔，以后因继续开垦的土地每亩间
的土地，干若只需要纳1里尔。第六，为了要防止尊贵的公司甲善良的居民被欺骗，将任命一个荷兰人伫市镇的房仔所担任宣誓过的司棒员司棒员司就是负责管理啦来公证来放所有的物件第七，伫 provincia 也将会设置集市啦按照台湾的方式，伫遐出卖蔬菜、肉、鱼等等的物件。对邻近厝地北边的原住民，因每年也有缘会得到许可，互迄寡经种因土地的新仔人会当免纳人头税阮也将经过因讲如果因家己无爱困劳经济，将会取消上述的许可。伫 provincia 迄座新城堡内底的迄间四角形贴管起来即个的厝啦provincia 新城堡为着要防即个雨水啦按照通常的情形，每年即个时阵就拢会落雨将会暂时伫竹仔顶来编造即个茅草，然后就是茅草的厝顶茅查一个茅塞顿开读做或者是毛 MAU 毛。好。我去查一下伫百里教书店即个矛盾即个矛，读做白话音的或者是所以仔草、仔干、仔根、草。另外一个就读做毛MAU 毛。例句就较少茅草、茅屋啦歹势茅屋就是茅屋啦讲为了防雨防雨水，通常情形是每一年即个时阵就开始落雨，暂时踮咧竹仔顶来编造茅草厝顶第10条，温泉新仔人包用一只芳船伫淡水甲鸡人按照通常的方式来交易。明仔载就要关入去即个城堡里听候公开审判的新仔人拉挂，因为国语录所记载的理由，将会温存伊，互伊交保。读到对。讲荷兰惹社市的房仔，虽然旧年北上翻译员何斌又前任长官 Nicholas Verburch 根据旧年1653年7月10号的一项决议，以旧年的八价2000里尔温存拨卖予伊的期限还佫2年，现在还是决定今仔日下晡要重新拨卖。但是如果何斌愿意以现在八价承拨，伊也会当优先购买，并且由长官阁下写批去巴达维亚请示总督甲议员阁下，是毋是要将超过2000里尔的部分特现予何斌并且或者是伫其他的销售方面，予何斌享受利益。总之由总督阁下和议员决定就是啊。第三，伫台湾的地图也我读到对好啦。伫台湾的地图也公开拨卖
发北的条件记载伫下底吼，拄则读过。第四，鹿仔肉的出口将来爱缴纳每一担3个荷兰元，出口税互公司用来取代4个荷兰元吼，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以后，搁再来谈论即个代志吼。第5条，要踮咧直家人田园经营的即个新仔人，被分做经营7年以内被分发经营的土地，每亩耕地吼，亩耕差不多1甲吼，每一年必须要缴纳2厘耳，以1厘耳51个 stuvers 计算，不过第1年例外，因为报整的时间已经过去，因此即一年每亩耕的地只敢若收1厘耳。以后因继续开垦的土地，每亩耕地也只敢若需要缴纳1厘耳。这1厘耳，亩耕地好。第6条，为着要防止尊贵的公司甲善良的居民被欺骗，将会任命一个荷兰人伫市镇的房仔啦吼。市镇的房仔遐吼，担任宣誓过的司房员来公证讨白所有的物件。伫 provincia 也将会设置分市，按照台湾的方式伫遐来出卖即个蔬菜、肉鱼等等物件。对附近取地北边的原住民，因每年也有缘得到许可，互迄寡经种因土地的新仔人免纳人头税。阮将会警告因讲，如果因家己无爱困劳吼来经种吼，将会取消上述的理由。第9条，伫 provincia 迄座新城堡内底迄只四角形贴悬起来的即个厝，讲为着要防雨啦吼，通常按照通常的情形吼，每一年即个时阵拢会落雨，将会暂时伫竹仔顶编做茅草厝顶。第10条，温泉新仔生意人包用一只芳船伫淡水街人按照通常的方式来交易。第11点，明仔载要甲关入即个城堡听候公开审判的新仔人叫做查挂，因为决记录所在的理由，将会交互将船互伊交保。逐工对单狗吼，真熟悉啦！逐工对单狗知影讲，阮驻守伫遐的士兵状况良好，而且身体健康。哇，剩1分钟，我甲读到即个表格顶头遮就好吼。下晡伫取地热兰遮城市镇里的公司的庭院，即个庭院的即个院我是袂记啊。湾吼湾，所以原理应该是湾的变调吼，第2声湾的变调，变第7声。伫即个伫即个发白大会，长官阁下含全体议会议员甲秘书拢出席。翻卖结果，白箱生意人甲白金情形如下？好，即个情形如下，就后一回再来读咯吼，30分啊，伊个表落长吼。关系着因去巡视查即个房仔即个代志吼，咱明仔载再搁来继续。来看一下，你有啥物问题还是笔记无？无问题啦吼，无笔记啦吼。好，即个欢迎马云3年玉文，即个是姓胡吼，姓吴的款啦吼，还是
过来是 Terry 郭哟，Terry 郭吼，感谢你来。三二举手呢，歹势，我自头到尾无注意看。三二你讲，是毋是足久啊？我无注意看着。来，三二你讲，请讲。好来，请讲，即嘛听着。就是声音会伫台仔顶，可能声音会较大声，尾啊不要紧，就是耳机家开大声。安尼哦，我知你上班呢。其他声音就听较无。好，安尼哦 ，OK， 好，来，咱今日读到遮啦吼，即个北部的即个清单吼，明仔载再继续读啦。好，我来关房吼，感谢各位。